来继续来看股市，因为顶礼拜五，美国的科技股全面反弹，鼓舞着今仔日台北股市的电子类股。其中，这个台积电上悬冲起哩1835块，带动早盘大起超过880点，徛回32000点的大关。 外面红讲过几天就要封关啊！台股今日这气势如虹，早盘一个起就超过800点，捌到32666点。个股方面是由宽达股带头，台积电盘中捌约平历史的新关价，鸿海联发科共款起价，资金回流到电子族群，变成主港。 我想上礼拜五，美国股市科技股大幅反弹，那一些重要的一些指标，像NVIDIA 也大涨，所以激励了今天台股传统的这些 NVIDIA AI 相关的这些供应链它的表现都非常强。台股在相关的这些日本半导体的 ETF， 它的表现特别的强势。 其中一个 ETF 像0095100954顶做半导体拢起价，就是因为过去早苗伫众议院的选举大胜利，鼓励了日经指数上悬起超过3000点，捌到57337点，高创造新纪录，嘛带动台湾日股 ETF 的表现。韩国股市同款嘛拢真好，亚洲股市整体来讲拢真热，不过专家表示讲，这嘛是爱谨慎。 毕竟我们休假有11天交易日，那每一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，我们也看不到这个相关的这些趋缓的一个现象。也就是说，在等待一个过程当中，市场的气氛有可能还是会稍微观望一些。 专家表示讲，说来是农历封关前有可能会到33000点，不过有的人会想要将股票伫过年前卖掉，所以讲这个指数恐惊会有变化。提前乡亲会当好好分配资金，注意国际局势，心神不惊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